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个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倘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You
耶和华呀，求你帮助，因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忠心的人消失了，人人向灵舍说谎，他们说话嘴唇有话，心口无益。愿耶和华解除一切有话的嘴唇，夸大的舌头，他们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取胜。我们的嘴唇是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位里。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影子在你所的路中对我启示。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你必拥有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卑鄙的人在世人中高声时，就有恶人施出狠心。愿光荣归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你看，天父上
的缘故和怎样立刻痊愈的事，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安地回去吧。”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有人从会堂主管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驾老师了。”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他必得痊愈。”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在为这女儿哀哭捶求。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知道她已经死了，就嘲笑耶稣。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着：“孩子，起来吧！”她的灵魂就回来了。她立刻起来。耶稣吩咐给她东西吃。她的父母非常惊奇。耶稣吩咐他们不要把所发生的事告诉任何人。耶稣讲：“有人问我，因为我知有关联对我出。有的人看见伊囥袂捌，洋洋带来拍伫伊骹下，当众人的面前讲明蒙伊的缘故，甲伊怎样念伊好。”耶稣甲伊讲：“有的人啊，你的神有救你，做你安心倒去。”伊要讲话的时，有人对管会堂者的厝内讲：“你的查某囝已经死，免劳动先生。”耶稣听见，就因伊讲：“毋免惊，只有着信，伊就得着救。”已经到伊的厝，伫彼得、约翰、雅各甲查某囡仔的爸母以外，毋准别人甲伊过去。众人伫啼哭，为着伊来对伊行。耶稣讲：“无伫啼哭，因为伊毋是死，是伫困啊尔。”因就踢笑伊，因为知伊已经死了。耶稣牵查某囡仔的手，叫讲：“查某囡仔起来！”伊的神复倒，一时起来。耶稣吩咐互伊食。伊的爸母戆领，耶稣命因，无伫将所行的甲人讲。 예수께서 이르시되 내게 소문된 자가 있도다. 이는 내게서 능력이 나간 줄 알미로라 하신대. 여자가 스스로 숨기지 못할 줄 알고 떨며 나와 엎드리어 그 손댄 이유와 곧 나은 것을 모든 사람 앞에서 말하니 예수께서 이르시되 딸아 내 믿음이 너를 구원하였으니 평안히 가라 하시더라. 아직 말씀하실 때 회당장의 집에서 사람이 와서 말하되 당신의 딸이 죽었나이다. 선생님을 더 괴롭게 하지 마소서 하거늘 예수께서 들으시고 이르시되 두려워하지 말고 믿기만 하라. 그리하면 딸이 구원을 얻으리라 하시고 그 집에 이르러 베드로와 요한과 야고보와 아이의 부모 외에는 함께 들어가기를 허락하지 아니하시니라. 모든 사람이 아이를 위하여 울며 통곡하며 예수께서 이르시되 울지 말라. 죽은 것이 아니라 잔다 하시니 그들이 그 죽은 것을 아는 고로 비웃더라. 예수께서 아이의 손을 잡고 이르시되 아이야 일어나라 하시니 그 영이 돌아와 아이가 곧 일어나거늘 예수께서 먹을 것을 주라 명하시니 그 부모가 놀라는지라. 예수께서 경고하사 이 일을 아무에게도 말하지 말라 하시니라.
是我们能成
请为国际女孩节女童受到重视来祈祷。请为在战火之下乌克兰的女童、以巴冲突当中的女童还有孩童来祈祷。请为转化世界上重男轻女的价值，并能够促进性别平权来祈祷。请为不再有女童被迫少女的结婚来祈祷。请特别为在教会中服侍的女性祈祷。请为不再有同妓或者是被出卖身体的女孩来祈祷。特别为了底层人民的女孩以及第三世界的女童的读书受教育权来祈祷。也请特别为全世界女童孩们的心理健康来祈祷。请为女童的营养、孩童的照顾来祈祷。请为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关注受到家暴的女孩以及孩童的庇护来祈祷。也请特别为看护女孩的机关 NGO 来祈祷。请为受到罕见疾病的女童还有孩子的医疗照顾来祈祷。请为世界上有许多的女童被卖的救援来祈祷。请为照顾女童、孩童的家人、家属
能够得到看顾，有能力来照顾，来祈祷。请为了让全世界的儿童、女童能够得到干净的饮用水及充足的粮食来祈祷。请为每个人心中没有说出的意向祈祷。创造世界的上帝，在今天结束以前，我们向你祈祷，求你用坚定的爱看顾我们，在我们睡觉时保守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特别为全世界的女孩祈祷，求你赐给照顾她们的人智慧和能力。阿们。全能的上主，请守护孩子们的笑声，保守他们安然度过伤害与疾病，好让孩子们得以活在你的应许中。
别让我们被自身的目的蒙蔽，以至于忽略了他们的声音，或是无法了解孩子们对真理的独特见解。虽然我们已经成人，变得任性无理，仍求你让我们与孩子们同行，做好准备来倾听他们，爱他们，正如你通过耶稣基督来爱我们。阿们。救赎世界万民。
I